老友話：大家好，我喺網路資安領域深耕近20年，今日好榮幸受智慧之泉頻道邀請，同大家聊一個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重要主題：如何防止越嚟越精密嘅詐騙集團喺我哋毫不知情嘅情況下，悄悄把一生積蓄偷走。好多人以為只要唔貪心、唔亂點可疑連結，就唔會俾詐騙揾上門。但係我想分享一則今年5月嘅真實新聞。一位姓黃嘅女士出差時喺機場候機，發現手機快冇電啦。呢個比冇網路更俾人焦慮。佢睇到旁邊有公共充電區，就攞起一條看似普通嘅免費充電線，充咗大約半個鐘頭，心想機場應該好安全。冇諗到當晚佢收到銀行通知，帳戶發生近10萬台幣嘅異常轉帳。黃女士查咗一下，先至發現錢喺佢毫無察覺嘅情況下被轉走。警方調查後發現問題就出喺佢下晝用嘅嗰條充電線。我諗好多人都體會過手機冇電嘅焦慮，睇到外邊嘅免費充電站就好似睇到救星。但黃女士嘅經歷替我哋敲響咗警鐘，看似無害嘅充電線點會喺我哋毫無知覺時把帳戶裡面嘅錢偷走？聽到呢度，有啲人可能緊張咗，外面嘅充電器係咪都好危險？我先安大家嘅心。坦白講，透過充電線直接竊取資料呢一種充電陷阱方式，相較於我哋常收到嘅詐騙電話或者簡訊，並唔係最常見嘅手法，唔需要因此對所有公共充電站恐慌。咁我點解特別要講？第一，因為佢極度隱蔽，一旦遇上，幾乎難以察覺，造成嘅損失可能係我哋多年打拼嘅成果。存款型詐騙嘅技術正在進化，呢個代表一個需要高度警惕嘅新犯罪趨勢。我嘅工作就係喺詐騙大規模普及呢招之前，幫大家先睇見風險，做好準備。咁呢種充電陷阱究竟點樣運作？請記住一個概念：USB 線唔只係電源線，佢同時亦都係資料線。詐騙者會喐手腳改裝呢啲公共充電設備。當你嘅手機一插上去，短短幾秒內就可能被偷偷植入惡意程式或病毒。你完全感覺唔到，表面上手機一切正常，但喺背後，你嘅聯絡人、照片、簡訊，甚至網銀帳號密碼都可能被竊取。前面提到嘅黃女士就係咁樣喺不知不覺中失去存款。點樣預防充電陷阱？方法其實好簡單，我教你3層防護。第一層，最簡單亦都最有效，外出養成自帶電力嘅習慣，隨身帶一粒充滿電嘅行動電源，或自用嘅充電頭與充電線，用自己嘅嘢，風險最低。第二層，萬一身上真係冇，又非充電不可，可以準備一個小法寶，叫做 USB 資料阻斷器。上網搜尋 USB Data Blocker 或防偷資料充電器就揾得到，價格大約100-200台幣。佢睇嚟好似迷你轉接頭，原理好簡單，把 USB 中負責傳輸資料嘅金屬接點切斷，只保留充電用接點。咁樣不論充電座點被動手腳，佢亦都只能俾電，冇辦法偷資料。第三層，徹底根治 Android 適用，直接把手機設定好，5分鐘守護你一輩子。步驟如下：軚海打開，設定，滑到最底，揾到關於手機，點進裝置資訊、手機資訊，揾到軟體資訊，連續快速點擊版本號碼7下，直到出現已啟用開發者模式。返回設定首頁，你會睇到多咗一個開發者選項，點入去往下揾到預設 USB 設定，把可能預設嘅檔案傳輸改成跟充電即可。完成後，不論喺邊度充電，
你嘅手機都只會充電，駭客再亦冇機會透過充電線入侵。學會呢一招，我哋就賭上咗詐騙常用嘅一個重要入口。跟住落嚟傾更棘手嘅挑戰，詐騙利用 AI 人工智慧進行聲音同影像冒充。上週，台南一位74歲嘅老先生接到仔來電，話事業週轉不靈，急需用錢。老先生話聲音跟兒子一模一樣，連語氣都一樣。當下毫不懷疑，差啲將退休金匯出去。幸好太太察覺唔啱，堅持要面對面確認，先至揭穿詐騙。呢個就係 AI 聲音複製嘅可怕之處。而家嘅技術，只要取得你孩子社群平台上嘅影片或公開場合嘅説話錄音，甚至只要10秒 ，AI 就能夠完美複製佢嘅聲音模型，詐騙者便能夠用呢個聲音講任何話，打電話俾你。更進一步，仲有 AI 換臉技術 Deepfake， 詐騙者能夠喺視訊中假扮成你嘅家人開口求助，影像與聲音都極為逼真。點樣防範？放心，再高明嘅技術亦都有破口。我教你聽、聞、睇幾個要點。首先最重要嘅原則，詐騙最愛製造急迫感，佢哋會編出極端緊急嘅理由，車禍、綁架、公司出事催促你立刻匯款，唔俾你思考或者查證。因此，只要接到同錢有關且極度緊急嘅電話，請先放慢，話俾自己越急越要穩住。接住第二步，啟動家庭通關密語，呢個方法非常有效。請你同子女、孫輩事先約定幾個只有家人知道嘅私密問題，且不能係網路上查得到嘅公開資訊。好似係我哋第一隻小狗叫乜嘢名？你細個時候最愛奶奶做嘅邊道菜？國中最好嘅同學係邊個？就算詐騙者複製咗聲音，佢亦都唔可能知道呢啲共同記憶。只要一問就能現形。如果對方用視訊，我哋亦都有方法。現階段嘅 AI 換臉喺模擬細微表情同即時互動時仍有破綻。你可以請視訊中嘅屋企人做幾個自然且具體嘅動作，例如笑一下俾我睇見牙齒，把頭側一側，用右手碰一下右眉，對鏡頭連眨3下。真人做起嚟1秒反應，但 AI 生成影像常會僵硬、不自然、有延遲，甚至直接中斷連線。台中一位69歲嘅李奶奶就靠呢一招識破視訊詐騙對方牽強咁拉嘴角，動作好不自然，隨即掛線。再先進嘅技術亦複製唔到家人嘅自然與情感。總結一下，面對 AI 聲紋與換臉詐騙嘅3步驟：第一，冷靜不慌；第二，啟動家庭密語提問；第三，若係視訊，要求做特定動作。遵守呢3點，再高明嘅詐騙亦難以得逞。如果覺得有幫助，留言區留個1話俾我聽。搞定充電同 AI 呢2個大魔王之後，嚟睇生活中另外2個常見陷阱：公共 WiFi 同釣魚簡訊。先講免費 WiFi。高雄68歲嘅黃先生習慣每週去社區圖書館睇報，連免費 WiFi 查新聞天氣。但係佢唔知道，當佢連上被害客喐過手腳嘅假 WiFi 時，佢喺手機上嘅一切操作，等同喺透明屋裏面進行，外面嘅害客睇得一清二楚。1週之後，佢收到一則假冒兒子嘅簡訊，聲稱車禍需要和解金。所幸黃先生警覺到，兒子平常稱呼佢爸，簡訊卻叫叔，覺得唔對勁，打電話查證先至冇受騙。公共 WiFi 嘅風險在於，好難分辨邊個係官方，邊個係詐騙者設嘅有利。一旦連上假網，所有傳輸資料都可能被攔截。因此，使用公共 WiFi 請遵守3不原則。其一，唔做敏感操作，查新聞、睇天氣可以，
但絕對唔好喺公共 WiFi 環境下登入網銀、轉帳或進行任何網購。其二，不連不明來源 WiFi。若 WiFi 名稱怪異，如 Free WiFi、Free Network 或同一地點出現多個相似名稱，十之八九有問題，千祈連，最好向店家確認官方名稱。其三，唔使冇密碼 WiFi。冇密碼嘅公共網路就好似冇上鎖嘅房子，人人可進出，最危險。再來係釣魚簡訊。72歲嘅張奶奶收到一則簡訊話包裹到貨，佢唔喺屋企，請點連結查詢與保管。佢以為係外地媳婦寄嘅保健品，就點咗，結果手機被悄悄安裝惡意程式。2週後，佢發現辛苦存款被轉走。轉帳記錄睇起嚟好似係佢自己操作嘅。呢類簡訊詐騙其實好好識別，記住一個原則：任何正派公司，尤其是快遞或銀行，絕唔會只係丟俾你一個不明連結叫你點，仲要你輸入個字或密碼。佢哋會提供官方電話與包裹編號，俾你到官網或者撥打電話查詢。所以只要收到夾帶連結嘅簡訊，不管講嘅係水電費定係包裹，亦不管號碼認唔認得，處理方式只有一個，唔好點，直接刪。若果真係擔心，就自己揾官方電話打去確認，1分鐘就能夠查個明白。外部威脅講完，帶大家做一次手機內部清理檢查 App 權限。請跟住操作，打開設定，揾到應用程式App 管理，逐一點入去。你可能會驚訝咁發現，好多唔常用甚至唔認識嘅 App 正喺度存取你嘅聯絡人、照片、麥克風，甚至定位資訊，尤其係某啲遊戲 App。諗一諗，打麻將嘅遊戲點解需要讀取你嘅聯絡人？呢個非常唔合理。請立刻關閉呢類唔合理權限。對於嗰啲你根本唔認得，亦都唔記得幾時下載嘅 App， 我嘅建議係直接刪除，杜絕後患。此外，我強烈建議大家為網銀或任何同金錢相關嘅 App 開啟2步驗證、雙重驗證，亦即係登入時，除咗輸入密碼，仲需要用手機號碼接收驗證碼先至能夠登入。雖然一開始有啲麻煩，但就好似替你嘅金庫多加一把鎖，即使詐騙者知道你嘅密碼，冇你嘅手機攞唔到第2道驗證碼，亦都入唔到帳戶。呢個係目前公認最有效嘅帳戶防護方式之一。今日談嘅內容好多，從充電安全、AI 詐騙到 WiFi 與簡訊陷阱，再到手機嘅內部設定，資訊多但核心不變。我幫大家濃縮3條必守安全原則。第一，只要牽涉到錢又好急，一定要面對面或者用熟悉嘅電話再確認，絕唔好因為一通電話或者一則訊息就匯款。第二，同家人建立通關密語呢一個簡單嘅約定，係對抗高科技詐騙最有效嘅武器。第三，遇到可疑訊息，即刻話俾屋企人聽，一齊討論。你唔係一個人喺度戰鬥，家人嘅智慧係你最強大嘅後盾。只要做好呢3件事，我相信99%嘅詐騙會離你而去。當然，萬一不幸受騙，請唔好因為驚慌或覺得丟臉而浪費寶貴時間。請喺24小時內立刻做3件事。第一，打俾你嘅銀行申請對帳戶止付緊急凍結。第二，就近到派出所報案並取得3聯單。好多時候，只要動作夠快，錢係有機會追回嘅。第三，重置你嘅手機。多年推廣資安教育，最令人欣慰嘅時刻，係聽到長輩分享學會呢啲方法之後，已經成功擋下5通詐騙電話，或係因為調好設定，手機再亦冇安裝奇怪軟體，甚至被孫子稱讚好會。呢啲回饋證明，只要掌握正確知識，我哋絕對有能力保護自己。我真心希望今日嘅分享對大家有實際幫助。
請一定把今日學到嘅內容分享俾家人同朋友，特別係獨居嘅長輩或剛學用智慧型手機嘅人。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拯救一個家庭免於破碎。最後，冇忘咗幫影片按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未來有新型詐騙出現，我哋就能夠第一時間提醒你。老友話：祝所有長輩都能平安、快樂、無憂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見。